咧，Boxing Day 絕對係拆禮物嘅好日子嚟㗎。阿蕭咧就準備咗 Boxing Day 聖誕 party 俾大家。開心嘅呢日。究竟咧今日呢一個 party 有啲咩節目咧？有咩嘉賓啊？有咩嘢食啊？有咩遊戲玩啊？準備好心㗎啦！一陣仲有嘉賓出場啊！不如咁啦，嗱，食物同埋遊戲咧交俾我同 Kaya 負責好冇？好，拜託。咁唔知仲有冇其他小朋友可以幫我哋手？咁不如琪琪同子華又去幫手預備食物同遊戲，其他小嘉賓。好。走啦！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要拍手掌熱烈歡迎我哋今日嘅嘉賓出場。就係 Vicky 姐姐同埋 Ken 哥哥。好耐冇見你啦 ，Vicky。你好，Ken，請坐。係啊，我祝各位小朋友咧就好似聖誕節咧日日咁開心啊！哇！嗱，咁啊 Boxing Day 梗係繼續收多啲禮物啦。咁啊，就嚟新年啦，咁你哋有啲咩大計啊？我希望我嘅學生咧個個都好乖啦，同埋可以多啲分享我嘅對藝術嘅興趣啊！我嘅大計咧係一啲都唔自私嘅，就係我嘅願望咧，希望世界和平，日日人人都開心。哇！承你貴言啊！我知你仲有大禮物送俾小朋友嘅喎。係啊，陣間我會同 Ken 哥哥咧一齊唱一首聖誕歌，叫《雪人來了》嘅。哇！仲有啲好醒目同埋好可愛嘅小朋友咧，同我哋下一個 fashion show 啊，時裝表演。哇！好嘢，日日家聽，又有 Ken 睇喎，好心㗎嘛！即刻將時間交俾你哋。人太肥了，定會摔到不得了。怎知他的身手確犀利，似火箭般飛走了。何還苦苦追他追不到，沒法子怎預料。連忙辭別又認輸，但獨真的醜死了。輸人在微笑，共我拉手哈哈笑。事不必因此記心上，記得方笑方緊要。